黃太一家住喺粉嶺，有一個女。佢表示2500蚊對於普通家庭嚟講並唔係一筆小數目，唔希望政府取消。2500蚊其實已經可以買到好多嘢。其實養一個細路都真係好唔容易。例如2500蚊我可以攞嚟幫阿女訂幾個月嘅飯啦，又或者換句説話講，小數怕長計啦，我哋叫做。咁入邊有好多嘢，我哋就要夾住嚟使咯。黃太話原本想追多個小朋友，但係而家已經打消念頭。明明前嗰排仲聽政府講話鼓勵生育，但係而家我唔覺得政府係好想推鼓勵生育咯。明明原本有嘅都 cut 咗，咁如果一啲生咗一個然後想生嘅，咁點樣叫人哋鼓勵仲想生呢？即係生咗出嚟嘅就唔使理啦，仲點樣想生？想生都變咗唔想生啊！有教育界人士認為政府有財政困難，削減福利無可厚非，但係政策可以有策略性咁樣推行，係幫嗰啲真係有需要即係接受支援嘅家庭嚟講，我哋可唔可以有一個入息審查咧？一個簡單嘅入息審查，令到咧係即係我哋將呢一啲嘅支援，將嘅金額係派出去嘅時候，係真係幫到嗰啲咧係有好大嘅需要嘅家庭。佢話另外一個方案係減少津貼，調整下嗰個金額，即係每一份資助嗰個數目。咁呢個都係一個可以考慮嘅地方嘅。佢哋申請呢個即係學費減免，咁有機會係攞到全年，有機會攞咗一半嘅。咁我哋咪又可以用下呢個方法即係按照嗰啲同學佢嘅家庭嘅背景需要呢個支援有一個嗰個程度咧嘅不同咧，政府咪可以慳咗啲錢咯。咁但係又唔會話咧令到嗰啲咧係有需要嘅同學而被佢專門過。張文炳又話：政府如果想節省審查開支，可以套用不同計劃現成嘅審核標準，例如綜援、公屋等，去區分支援程度，同時幫助真正有需要嘅家庭。廣播新聞網記者蔡宗倫報導。